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福气来了，瑜伽来了，玉米老师来了。今日呢，我带大家做起蛋呢，蛋呢帮助人让的老抬高骨，讲髋关节跟伊讲髋关节咩，客话讲抬高骨，个抬高骨就当麻烦啦，唔会行啦，中风啦，也系讲。脚无力啦，全部也太高贵啊！开始参与生锈啊，上路安尼无灵活，行路啊，一步一步，唔得行安尼。故说呢，也玉米老师呢，要教大家用蛋呢，用的强化，活化安尼太高贵的关节，个周边的肌肉，然后准备一个蛋呢，唔可以较高调诶。越高越简单，咩无安尼讲啦，只讲唔看人个高度看人个高度样诶，人体唔起到呀，人脚变到了顺方唔看人安尼，左脚向先做左脚好咧，先做左脚拿起来去人呀，太高骨就开始有力了，人太高骨就起得呀，就有力咧，听伊竖板凳凳咧安全哦。我天天的安全老人个脚一片变到了变下来，人后背脚起蛋呢。乡亲朋友有看到冇？安尼，人脚变到当方，有训练，你真有办法。人脚变到当方，唔变到也停蛋呢，停到也老人个后背抬高骨来开来，后背吸气吐气起蛋。安尼起蛋的时候呢，安尼起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讲，人个抬高骨来开来，停到呀，慢慢的，吸气吐气，停到呀去训练人家抬高骨的个安尼能量，可以的话，你就停的时间慢慢的停下长头诶。你假使讲还冇办法，你就唔是停安久，吸气咻，来放起来，安尼。慢慢的下来，不用强手。你会发现呢，安尼行诶，安尼徛起来，一只脚较松哦，一只脚较硬高呢，一只脚，徛到较高，一只脚较硬高，还抬不起来。故说安尼有一个辅助你假使讲像玉米老师练篮球的，你就可以不用较高的位，练他机会。企稳来，不用得。你假使练下脚的话，没空用来到呀。来到爷爷膝盖的髋关节，来到爷爷给安尼大腿的肌肉，也安尼有大腿四头肌，个大腿四头肌多一点啊，个人家臀大肌、梨状肌，慢慢停到呀，过下来，过吐气，不用下来，松松啊。假使讲。平常像玉米老师还有练，平常去个安尼，来放起来，强用，意思是要来伢伢安尼，一片那个安尼，力量，不用强松。记得咯，放起来去，那有力，人力量要起到人个右脚呀，拿放起来，安尼。差唔你讲，平常都有练啊，你起点咪可以做下啊，不用了咧，安尼停的，迄没中央讲不用等你行的意思，那你不用等停的，就不用强松，吐气。我知道有一只方法非常的好，你假使讲你要较有碰灯，有一个较高的地方，因为老师做介多啊，不用脚不用等你先起上来各位呢，行到也顺畅来，安尼，不用到了，安尼，主要是爱来开来来那个太高骨啦老冇粘连呐，当到骨头粘连呐，脊椎粘连呐安尼给安尼紧迄粘连起的你就冇办法安尼有动作安神法，慢慢的吸气。放起来，吐气，
好，不用强爽。左脚做后面做右脚同样的意思，你最后要留起整个呀抬高骨，好变得有想法。你看呀哈，嗰嘢内向起来也唔好粘连，你抬高骨也得粘连去哈，你根本就安尼行路细步诶，哈，做唔得移动。你说都用安尼垫的啊，用乜个辅助的地方哈，帮助好，再改到哈同样。有时唔要知道左腳較好做，右腳較唔好做，嚇冇清楚，唔要錯到呀。唔可以將下入到誒，對呀，好啲啊，鋪墊了，好鋪墊，多可以墊的安尼輔助咪嚇，你這個鋪到呀，放鬆休息，你這當向舒壓嘅伸展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再來，一收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鬆鬆啊，鬆鬆啊，好，也係天嘅動作。天嘅通常呢，唔腳用到了，好，單蹬佢，安尼，不用強鬆，有冇？來呀，來開來，好，吸氣。人講安尼腳係要動到嘅安尼方向咪哈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好，吸氣，吐氣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吸氣，有冇？鄉親朋友，你按呢時候呢，人家腳，哈，腳也呢胯拉開來，哈，加大腳嘅伸展的空間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不用轉來，好，鬆鬆啊，鬆鬆啊，鬆鬆啊，好，人家有一個墊的啦，有一個壁角啊，哈，有一個輔助哈，你就會知道，做起來較強鬆，好，各位呀，同樣按呢，好，吸氣，吐氣。吸氣，吐氣，有冇？你吐氣，好，安尼停通一下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再停通一下，慢慢的，再停通一下，安尼係咪痛到安尼太高過？你安尼放，安尼，好，再安尼，有冇？安尼也太高過呢，就可以痛到那個很較大空間呢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慢慢的不用強鬆。好，鄉親朋友，你講無墊的啊，你講無墊的好，安尼墊高的時候啊，你就面床頭，哈，面床頭，就係差唔多一個高度哈，幫助你，哈，安尼上去。假使講你講安尼貼帶，你知道你安尼貼帶冇乜個。不過癮，唔拉，好，你就可以調控起來，安尼，你安尼咪可以來到呀，你喺臀部髖關節，好，那你來控起來，你就不用等，乜個就唔是做，你就抬頭挺胸，好，你就挺到了，好，彎曲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同樣哦，好，彎片，安尼。好，也咩一個動好嘅安尼來開來呀，髖關節來開來動好嘅方法，好，也太高骨啦，好，反正哈練瑜伽呢，就係講你行到哪做到哪，我看有乜個好天數就天數，個還有一個動好嘅方法，坐定來哈，坐定來，也個係咩練太高骨非常好嘅方法。好，因為老師上到講，也個通常咪非常好。你坐上來腳不用多呀，鄉親們有發現冇？也咪同樣，加下個太高骨，你就老人個膝頭，好，動作係加下墊呢，同樣不用墊呢，也身體嘅重量，吐氣不用下來，到了呀。安尼就係老人個後背呀，太高骨全部咪來開來，吐氣。坐定去也下腳呈一垂直，唔是冇按壓，按壓的話作用冇按吼，到了，好，安尼，好，安尼坐上來去嘅，你喺身體嘅重量吐氣，有冇？喺咪動槍，加下俾我墊嚟行嘅意思同樣，唔要知道講俾我墊嚟行，唔知道冇按有安全感，好冇安全，你就安尼，好，吸氣上來。動順呢，一動順樣啊！啊，你來到動到呢，動一下針坐骨神經痛啦，哈，嘅哈，你臀部嘅縮腳
腳麻痹啊，一個動作吼，唔但像講係對抬高骨天天哦，也個坐骨神經要動吼。好，個一美老師反過來俾你哋看，安尼坐底呢順風就好，唔好坐到按度，你坐到按度會走較走唔起來。好，向脊椎看唔會挺起來，坐到了，安尼，唔可以啊。好，一邊呢嘅髖關節來開來，好，兩隻手，一隻手輕點也個右膝蓋，一隻手都也左膝蓋。好，吸氣，好，吐氣，慢慢的下來，好，慢慢的下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鄉親朋友有看到嗎？也攰嘅嚟開來，也肌肉全部嚟開來，也動作非常非常的好。唔好總係用看哦，唔好用做啊哈，唔好看浮起來，做浮起來哈，做浮起上來，好，個不用輕鬆，好，個穩片。同樣啊，右腳跟左右腳個左腳同樣按嚟做，你就反過轉來，好，同樣按嚟坐上來，都要熟悉，一片啦哈。一片那個安尼，抬高骨有嘛哈？你接呢，迄老佢挺痛啊，迄老佢神法，好，這樣唔會退化。跟《黃帝內經》啦哈，就像嘢聖經一樣的啦，《黃帝內經》講過一句話：身體不用則退。你喺身體哈冇用，佢就會退化。好，你冇用佢冇訓練佢，一定就會退化。故所呢，你安尼慢慢的吸氣，你就當享受。哎呀。好，這種人啊，愛學習要謙卑，好要感恩。你這當然安尼，好老師講，你心向前彎是讓心變得更柔軟，向前彎是為了要心更謙卑。好，同樣練心又練身體，好安尼。一美老師當推薦一個動作，又簡單又方便，坐到底呢哈。好，當然啦，你來參加下安尼方法，好，不用到底呢哈，你就係加強版，好，你基本的迄基礎啊，你就用安尼方法，好，唔好接觸到安尼，總係安尼扣腳天天，總係歪扣腳，你也留扣腳嘅方法，好，用過一個方法，安尼用安尼方法扣腳，好唔好？帶本動到嘅健康，人嘅抬高骨呢就唔會骨質疏鬆，唔會退化，老人家當驚跌倒。哈，跌倒嘅最基礎嘅鍛鍊就係抬高骨，有能量，唔會骨質疏鬆。哈，今日也是我記得咯，抬高骨嘅訓練個保養哦，鄉親朋友做哦，哈，好愛你們做的身體健康，好同玉老師同樣，安子生。